是我今年慢慢，应该说这3年来啊，慢慢转型啊，我也没想到可以转型的那么成功啊！我在商场上的一个获利啊，已经超过我个人的这个娱乐事业至少10倍以上。女生天友们，哎呀，嗨哈尼，哎，我要有啊，哎呦，中间。只有太牢能够抽中800万。好的，小同学，你吵架。干摸啊啦，好的。我是连12场。哦，连12场，刚好时间。哇靠！那你要准备红包给记者大人啊！你这个过年完，我要好好算一下，因为真的太忙了。今年我交棒给女儿，好不好？这个红包今年都她在处理。是我今年慢慢，应该说这3年来啊，慢慢转型啊，我也没想到可以转型的那么成功啊！我在商场上的一个获利啊，已经超过我个人的这个娱乐事业至少10倍以上。其他的、啊，对，我他已经排满了。我有一张合约是要到2021年的3月才能完成。才能完成，对，而且在上海还有杭州，我现在想起来腿就软了，所以这可能会短时间内在台湾的机会就比较少。所以大部分还是会在大陆。今年会比较多是在大陆的，对。我多加油了。今年就可以淡出其他节目。没有办法淡出啊，那就尽量他们配合我录影嘛。玩很大的话，我们可以那个做10集上海的嘛，做10集杭州的嘛，对不对？就一起来嘛，然后对呀、